集：約瑟夫和羅曼，閣樓上的勇氣。那天早晨，風輕輕地吹着房子的百葉窗，花園裡鳥兒歡快地鳴叫着，但一陣奇怪的聲音引起了約瑟夫的注意。你聽說了嗎？他問正在跳繩的羅曼。是的，他看起來像是從閣樓傳來的。他專心地聽着，回答道。爸爸被他們的聲音驚動了，帶着好奇的目光走了過來。肯定有動物偷偷溜到那裡，也許是一隻鳥，或者一隻松鼠。約瑟夫和羅曼交換了擔憂的目光。他們很熟悉閣樓，只是從遠處熟悉而已。這是他們從未敢獨自探索的地方。那裡很黑，有舊家具，布滿灰塵的箱子，最重要的是蜘蛛網。我們必須救他，羅曼低聲說道。可是我有點害怕。我也是，約瑟夫承認道。但松鼠可能也害怕。我們不能把它留在那裡。他們深吸一口氣，穿上靴子，悄悄地爬上吱吱作響的樓梯，來到閣樓。爸爸跟在他們身後，默默地鼓勵他們。門吱呀一聲開了，一股古老的木頭、灰塵和回憶的氣味衝入他們的鼻孔。閣樓陷入一片黑暗，天窗的光線勉強透過蜘蛛網。這真是一個女巫的巢穴。羅曼尼緊緊抓住哥哥的袖子，低聲說道：噓，聽着，我聽見他的聲音，他正在找鬧，就在那兒，在舊衣舉後面。他們小心翼翼地向前走，避開一堆堆舊書和被遺忘的玩具。一個框架幾乎掉下來，嚇了羅曼尼一跳。勇氣，約瑟夫低聲說道。松鼠正在指望我們。來到廚具後面，他們發現了一個半開的盒子，裡面一隻睜大眼睛的小紅松鼠正拼命地想要逃跑。它被困住了。羅曼說道：可憐的小東西。約瑟夫輕輕地伸出手，羅曼尼則拿着一條毯子。他們小心翼翼地抓住他，並把他放了進去。好了，你自由了。羅曼低聲對他說道。他們立即來到花園，把這隻小動物放在一棵樹旁邊。松鼠猶豫了一下，然後一閃身就跳了起來。爸爸看着他們，心裡很感動，也很自豪。我的勇士們，你們非常勇敢。進入那個閣樓並不容易。是的，但我們不想讓他繼續當囚犯。約瑟夫說。最後，閣樓並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麼可怕。羅曼笑着補充道。為了祝賀他們，爸爸為他們準備了特別的小吃，熱巧克力和蜂蜜吐司。他們在露台上欣賞着樹枝在風中搖曳的景象。你認為有一天我們可以整理閣樓嗎？羅曼問道。好主意。約瑟夫回答道。如果我們對其進行改造，它就可以成為我們的秘密小屋。有墊子、燈，而且沒有蜘蛛網。他笑着補充道。那天，約瑟夫和羅曼明白了，勇氣並不意味着不害怕，而是不畏懼恐懼，勇往直前，做正確的事。由於他們的勇敢，一隻小紅松鼠重獲自由。他們的心中已經生出一種新的自豪感，就像秋日裡溫柔照耀房屋的陽光一樣，柔和而溫暖。第二天，約瑟夫做了一個小木牌，把它插在松鼠逃走的那棵樹的腳下。他在那裡認真地寫道：自由的避難所。羅曼尼把一根繩子掛在了榛子和種子上。
這樣，如果他回來，他就會知道我們在想着他。他溫柔地說，也許他會帶他的朋友來。約瑟夫笑着補充道，他們用整個下午的時間來在故事書上畫松鼠。羅曼畫了他披着超級英雄斗篷的樣子。約瑟夫在下面寫道，勇敢的松鼠和閣樓裡的孩子們，他們的冒險現在本身就成了一個故事，他們可以講給他們未來的孫子孫女聽。那天晚上，當他們入睡時，一個想法讓他們笑了。有時候，最偉大的寶藏隱藏在最黑暗的角落，而他們所需要的只是一點光和很大的勇氣，就能發現他們。